各位好，歡迎嚟到大象電視台。今日係2025年嘅5月31號，而家嘅時間係晚上11點半。我而家嘅位置係日出康城其中一個交通交匯處。大家見到有啲小巴，咁同埋見到好多帳幕。咁我又唔知帳幕入邊住嘅係咩人，究竟佢哋係一啲露宿者啊，定抑或係內地嘅居民嚟窮遊香港呢？咁不論點都好啦，咁佢哋都有一個安身之所，咁我都祝福佢哋生活愉快啦。如果佢哋係露宿者嘅話呢，希望政府都可以幫到佢哋，就唔使要佢哋流落街頭啦。咁如果佢哋係內地居民嚟窮遊呢，咁而又冇阻到人哋，都無可厚非嘅。咁可能佢哋都想嚟香港旅遊，但係冇足夠金錢去租旅館，咁都唯有喺度住幾日先啦。咁當然希望佢哋喺其他地方度都為香港係帶嚟一啲經濟嘅效益。我諗起一句杜甫嘅作品啊，叫做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，其中有一句咁樣寫就話：安得廣廈千萬家，大濟天下寒士俱歡顏。咁其實居住嘅問題呢，係喺古代現代都令不少人困擾嘅。古代嘅屋就會俾風吹雨打去破壞啦。咁就算現代都有呢個問題，有居住嘅問題，只要係冇錢租樓，啲樓就唔會俾風吹爛嘅。咁係另一種嘅問題咯，係居住問題當中嘅另一個困擾。咁希望政府有能力嘅話，都為佢哋為窮人帶嚟美好嘅居所啦。咁如果係啲人想喺香港經歷下一個流浪生活呢，其實都係冇所謂嘅。前提係唔好因為自己想過呢種生活而影響到其他人咯。咁今集嚟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。